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电动三轮房车。它的整车尺寸是长4米，宽1.5米，高2.2米，电机是2200瓦加变档，电池是60伏140安时水电，汽油发电机是6000瓦，太阳能板是1050瓦。看一下车的左侧是太阳能软板，车顶是太阳能硬板，左后方是汽油发电机的位置。跟车体是隔离的，它的旁边是加水孔，后侧是自行车架，后边的左上方是加油口，右侧有一个扶梯，是可以爬到车顶清洁太阳能板的。这个下方呢还有一个储物的工具箱，还有就是空调的通风口和排水口。这是宽敞的驾驶室这一款是方向盘式的，有倒车影像，有电风扇，还有高低档。看一下大大的驾驶座，还有驾驶座的靠背，非常的舒服有一个小巧的副驾驶，但是这个呢拆卸非常方便，可以拿下来。下面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漂亮的内饰。靠背呢不用的时候可以推到后面去。那这个座椅呢，相对的就延伸成床的一部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沙发的部分，能够同时坐1、2、3、4、5到6个成人。那它呢还可以非常轻松的转换成一个双人床。它的秘密在哪里？看一下。掀起来之后，中间有一个黑色的小拉手，看到了吗？那一拉就展开了。展开之后呢，沙发的靠背可以和这个坐垫一起展开，就是一个双人床。床的下方放了2块电池，还有100升的水箱，还有一定的储物空间。我们从座椅下边打开逆变器，现在看一下整车的这个水电系统。靠背的后方有太阳能的一个电量表，显示电压、电流还有总电量。还有这个220伏的插座和顶灯的开关。看一下我们的卫生间有简易马桶，左边呢是洗漱池，有镜子，有这个速热水龙头冷热水可以切换。这里还有淋浴喷头、花洒，记得洗澡的时候要拉上这个防水帘。我们车上所有的电器都是驻车电器，打开逆变器不用打开车钥匙就可以使用。看一下这个水龙头呢是电动开关，一键启动。好，这边是冷水，这边是热水，冷热轻松切换。当调到温水的状态的时候呢，可以洗漱，然后也可以洗澡。洗澡的时候，花洒和水龙头用这个地方切换一下。